歡迎嚟到研究之後 Making Sense of the World。每一集我哋都由科學研究出發，試下了解一啲有趣嘅新發現，可以點樣令到我哋嘅世界同生活多一點不一樣。講起企鵝，大家腦海入面可能會即刻浮現出佢哋行路扭下扭下，好得意嘅樣。我哋平時睇紀錄片，見到成千上萬隻企鵝排排坐，喺我哋人類眼中，佢哋好似隻隻都生得一模一樣。咁喺企鵝嘅世界入面，佢哋到底係點樣認得出自己嘅親人同埋朋友嘅呢？最近嘅科學研究發現，企鵝嘅社交智慧可能比我哋想象中高好多，甚至擁有一啲連好多哺乳類動物都未必有嘅技能。第一個發現非常有趣，企鵝原來識得認人又認聲。意大利都靈大學嘅研究團隊發現，非洲企鵝擁有一種雙重感官識別嘅能力。簡單嚟講，佢哋可以將同伴嘅聲同埋樣喺腦入面聯繫埋一齊。研究人員做咗個實驗，佢哋先將兩隻企鵝擺埋一齊，然後帶走其中一隻。過咗一陣，研究員喺門口播放一段企鵝叫聲。如果播嘅係啱啱行出去嗰隻企鵝嘅叫聲，留喺房入面嘅企鵝反應會好平靜。但係如果播嘅係另一隻陌生企鵝嘅叫聲，房入面嗰隻企鵝會即刻以快1倍嘅速度望向門口。呢種反應喺心理學上面叫做違反預期 （violation of expectation）。研究員解釋，企鵝見到同伴離開，佢哋會意識到門口外邊嘅就會係啱啱行出去嘅同伴。但係當聽到嘅叫聲竟然同佢哋嘅理解唔相符嘅時候，佢哋就會覺得，咦，唔對路喎，點解行出去嘅係 Peter， 但係叫出聲嗰個會係阿 John 嘅呢？呢種能力除咗烏鴉之外，喺其他雀鳥類身上好少見。科學家相信係因為企鵝住喺大風大浪嘅岸邊，背景噪音好大，所以佢哋必須要同時靠睇樣同埋聽聲，先至可以確保喺混亂嘅環境入面揾得返自己嘅屋企人。除咗識得認人認聲，企鵝仲有一種好窩心嘅能力，佢哋會為咗朋友而改變自己嘅口音。研究發現，當兩隻企鵝成為伴侶或者好朋友，一齊生活耐咗之後，佢哋嘅叫聲頻率、振幅等等嘅特徵會變得越嚟越相似。呢種現象喺科學上叫做發聲調節 （vocal accommodation）。對於企鵝嚟講，喺幾千隻同伴大叫嘅環境入面，如果我同你嘅叫聲有住相似嘅獨特口音，我就更加容易可以喺人海入面聽得出邊個係你。呢種夾口音嘅行為唔單止係為咗溝通效率，更加係一種建立感情連結嘅方式。呢種能力喺動物界好罕見，通常只會喺人類或者少數高度社交嘅動物身上發現。呢啲研究話俾我哋知，企鵝嘅生活其實同我哋人類好相似，佢哋都需要喺紛擾嘅世界入面精準咁認出重要嘅人，並且建立連結。平時睇企鵝覺得佢哋好得意，原來喺咁得意嘅外表下面藏住一份對關係嘅執着。喺我哋嘅生活入面，有時會覺得同人相處，不論係家人、伴侶定係朋友，有時都好似係一種負擔。但呢啲肥嘟嘟嘅企鵝提醒咗我哋兩件事。第一係專注，企鵝可以喺成千上萬嘅雜訊入面記住一個同伴嘅特徵。我哋平時同人相處係咪都有呢種專注、呢種細心呢？第二係連結，喺企鵝入面，改變口音可以理解成一種希望同對方同步嘅行為。當我哋願意為咗對方去調整自己嘅步伐，改變溝通嘅方式，嗰種連結感自然就會產生。我哋可以學企鵝喺嘈雜嘅世界入面，用心去記住身邊重要嘅人。喺相處嘅過程入面，揾到大家最舒服、最同步嘅頻率。另一段關係變得深厚嘅秘密，就係藏喺呢啲小細節入面。就好似 Eeyore 喺 Winnie the Pooh 入面講
A little consideration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。呢度係研究之後 Making Sense of the World。下次我哋再由科學研究出發，睇下一啲有趣嘅新發現，可以點樣令到我哋嘅世界同生活多一點不一樣。